唔知大家有冇細心觀察？而家社交平台同報章雜誌上面講點樣安樂度晚年嘅內容，幾乎變成一門熱門學問。不過層出不窮嘅各種建議、指南同養生秘訣背後，我卻感受到一股濃烈到透唔到氣嘅焦慮。呢份焦慮唔係源自衰老本身，而係全社會過度執着打理身體，集體製造出嚟嘅。你以為老咗最撚涼係咩？要坐輪椅，記憶力衰退，獨自坐公園長椅成日發呆。好多人覺得呢啲已經好痛苦，但我想話你知，星期晚年最深層嘅悲哀係面前擺滿山珍海味，心底明明仲充滿想品咗嘅渴望，卻被理智專家同寫滿紅字嘅體檢報告硬生生壓抑落去。呢樣星期算唔算係活住嘅一場自我犧牲？我哋而家活在數據主宰嘅時代，特別係踏入中老年，對身體嘅管控近乎變成一種病態，好似宗教崇拜一樣。行入超市，你睇唔到食物嘅色澤同香氣，只見一排排冷冰冰嘅標欄，零糖低脂零卡無添加。行超市唔似買餸，反而好似進入一間大型藥房。每一口落肚嘅食物都要經過大腦入面精密計算機審核，食呢塊餅乾會唔會令聽日血糖飆幾個百分點？呢嚿紅燒肉會唔會下個月係血管壁囤積膽固醇？呢種生活方式表面話追求長壽，實質係一場漫長清醒嘅自我折磨。我哋將飯台變成實驗室，將飯碗當成化驗單。當一個人連最原始、最純粹嘅食教都要交俾永遠攞唔到滿分嘅健康標準打分，佢靈魂其實已經枯萎大半。睇下而家各種養生節目專家戴住厚眼鏡，一本正經指住一嚿豬腩肉，眼神厭惡，星期好似塊肉傷害佢全家一樣。佢哋話呢啲係血管殺手、心臟大敵，搞到成個社會，尤其係年長老友，一見到飯菜就皺眉頭。我曾經去一間裝修極高級嘅安老院探朋友，環境靚到好似5星酒店，但一入餐廳，寧靜到令人心寒。呢種靜唔係大家有教養，而係所有人望住面前白灼雞胸、發黃西蘭花、淡到發苦嘅白飯，連舉筷子嘅力氣都冇。鹽同油係嗰度屬於違禁品，食少少豉油都好似要受重罰，唔叫食飯，只係一場維持生命徵象嘅無聲儀式。望住佢哋空洞嘅眼神，我從未咁驚慌，我唔怕死，只怕咁樣捱日子。如果長壽嘅代價係由70歲開始，星期日日食呢啲好似死料一樣嘅健康餐，直到90歲，中間20年，你到底係過生活定係懷難關？呢度牽涉一個核心哲學問題，我哋究竟係戒口星期定係戒斷生存樂趣？你以為戒晒油同鹽就可以延長壽命，但有冇諗過，當你捨棄所有帶俾你快樂嘅滋味，你同時失去嘅係靈魂，係想好好活落去嘅渴望。一個連食都消磨殆盡嘅人，生命力已經衰減大半。大自然入面嘅獅子老虎幾時聽過驚膽固醇高而唔食是乜？肚餓就暴屍，飽足就休息，呢係天性。人類身為萬物之靈呢，偏偏中意為無謂憂慮自我消耗。我成日講，現代人最大毛病就係太聽人講。報紙今日話食蛋唔好，鄭西唔敢碰蛋黃。聽日專家話白飯升糖，連一碗白飯都當成毒藥。長期活喺驚恐之下，身體會分泌皮質醇壓力荷爾蒙，呢種物質嘅傷害隨時大過你食落肚嗰嚿肥豬肉。哈佛醫學院研究一早證實，長期抑鬱同壓力會直接令免疫系統失靈，甚至加速細胞老化。明明好想食一嚿紅燒肉，大腦不斷幻想各種可怕後果，折磨自己。呢種內耗對身體嘅傷害係毀滅性，與其俾養生專家嚇到心神不寧，不如食得開心。聽落好似歪理，其實藏住深厚嘅身心醫學道理。信念力量冇窮，你覺得一樣嘢係良藥，佢就會帶嚟益處；你覺得係毒，佢就會傷身。個星期，當你拎起一嚿蒸籠入口即化嘅紅燒肉，
如果大腦傳出好正好滋味嘅信號，消化同心血管系統都會放鬆迎接。相反，一邊食一邊責怪自己驚恐萬分，你食落肚嘅唔係肉，只係後悔同煩惱。大家試下回憶細個，阿媽阿姑係廚房煉豬油，香味可以飆滿成條巷。一碗滾糠白飯，撈一羹豬油，淋少少生抽，撈勻之後米粒潤澤發光，香氣直衝頭頂，由胃暖到心口嘅滿足感，養活我哋幾代人。嗰陣時，人人一日勞動，流盡汗水，亦唔見好多人患心血管毛病。點解？因為大家食得開心，活得踏實。現代人最大問題係活動太少，諗太多，將所有金錢同心力擺喺買保健品、做體檢，卻忘記滋養日漸乾涸嘅內心。拆解養生兩個字，養字底部係食。如果唔透過食物獲得喜悅、精奇，你憑咩滋養生命？身體唔只係一副蠅殼，係一個有靈性嘅整體。你嘅白血球聽得到你內心嘅情緒。如果你日日覺得自己周身病，隨時會出事，免疫細胞都係笨廢消極。但如果你精神飽滿，覺得人生好過癮，見到美食就口水流，體內細胞都會跟住你充滿活力。所以我成日同老友講，藥唔可以亂食，但開心一定要盡情感受，越多越好。近10幾年，心理神經免疫學有好大突破，科學加證實，大腦情緒可以直接改變免疫細胞運作。長期悲觀抑鬱嘅人，體內發炎指數會大幅上升。相反，樂觀豁達嘅長者，連傷風感冒都少。唔難解釋點解一啲百歲人瑞，煙酒肥肉照樣碰，身體依然硬朗。皆因佢哋人生字典入面從來冇計較，同孔義兩個字天塌落來當被蓋，唔同人攀比，唔中牛角尖。呢份心安先係世上最貴嘅靈丹妙藥。我哋要明白，肉身用耐咗，機能衰退係必然。你嘅目標唔應該千方百計阻止身體老化，而係佢仲運作到嘅時候，帶佢感受世間美好，好好善待自己。一味壓抑口腹之欲，等於機器唔上油，零件乾磨，只會更快衰敗。人體生理反應好微妙，情緒同心臟連結極之緊密。古人造字星期，好多代表情緒嘅字都帶心字底，因為佢哋一早明白係心，唔止係泵血器官，仲掌管靈魂同喜怒哀樂。想護心，淨係食麥皮冇用，先要填滿心靈。人嘅一生好似一條大河，年輕時如同三義激流，沖刷亂石，係磅礴嘅階段。到我哋呢個年紀，河流已經去到下游河口，水流變緩，但兩岸風景最開發壯麗。呢個階段唔應該逆流而上，同礁石愣擲，反而要放鬆身心，隨水流標，抬頭望天，學識欣賞沿途日落。明明身處平緩下游，仲要揼住裝備搏命愣擲，星期點會唔攰？要放下根深蒂固嘅食物恐懼症，飯台唔好變成手術室，應該做你嘅遊樂場。望住一碟餸呢，諗嘅應該係鑊氣夠唔夠，唔係農藥殘留多少。星期細味肥肉油脂，係口腔散開嘅甘香，唔好掛心會堵塞血管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外界萬物控制唔到，難道連自己張口都做唔到主？嗰個星期連最基本嘅食都要看人物面色，仲講咩自由？由聽日開始，鼓勵大家大膽食一嚿唔使內疚嘅肥肉。食完對鏡一望啊，你會發現嘴角會唔自覺向上揚，眼神多一份光彩。呢份神采就係生命力。大自然萬物飽食就休息，肚餓就亂食，從唔擔心未來。唯獨人類自稱萬物之靈，偏偏中意用未來未必發生嘅災難折磨當下嘅自己驚。10年後糖尿，20年後整衰竭，但而家身體健健康康，卻用恐懼困擾心靈。呢唔叫養生，只係預知痛苦。成個社會一直教我哋延遲享樂，細個要拼命讀書，大個要搏命揾錢，話老咗先可以享福。結果等到真正年長，牙鬆胃口變差，味覺退化，想好好擔世界，身體已經唔配合，想食東坡肉咬唔喐，想飲烈酒，肝頂唔順取足
成世人積蓄，最後只可以買一堆昂貴保健品，唔係好大諷刺。所以我主張及時行樂，仲食得落就盡情品啫，仲行得動就周圍遊玩，講長壽。如果唔計生命質量，就毫無意義。延長嘅係歲數，定係冇盡痛苦？每個人都要認真諗清楚。我做人第一準則係唔後悔，食咗就食咗，做咗就做咗。就算呢樣食物真係有負面影響，當下嘅快樂都真實存在。第二準則係唔多累，仔女有佢哋自己嘅福氣，長大自有前路。你日日操心，只會成為佢哋負擔，自己活得舒心，就係送俾佢哋最好嘅禮物。我哋賴足幾十年，供書教學，捱更抵夜。退休本來係擔世界嘅時候，如果仲要坐公園咬淡而冇味嘅三文治，對唔住自己流過嘅汗水。生命長度固然重要，但生命厚度同色彩更加寶貴。要學識睇透世事，睇通透自然，食得開懷，食得開心，先可以長命百歲。星期呢種百歲唔係躺病床望天花板嘅百歲，係80歲仲行街市，90歲仲同老友搶位飲茶，100歲見到一碗豬油撈飯仲會開懷大笑嘅百歲。最後想講，每個人晚年都有留戀嘅事物，有人掛念仔女，有人掛念老伴，而我掛住世間各式各樣美食、情緒同心靈嘅滋養，比任何調味料都珍貴。如果連自己最中意嘅食物都戒埋，每日起身仲有咩期盼？淨係為咗睇日日灰藍嘅日動呢？咁樣嘅長壽同坐監有咩分別？所以由今日起，做一個真正自由嘅人，去揾令你真心開心嘅事物，不論係甘香嘅油脂爹，定係滾啷嘅濃茶。喺呢個充滿束縛嘅世界，揾翻屬於自己嘅話語權。唔好俾數據更加自己，唔好俾恐懼摧殘身心。我哋一齊學識食得招積，活得自在，死而無憾。呢先係中老年人要記住嘅真話。往後路途不論風景好壞，至少帶住飽滿嘅胃口同喜悅嘅心，穩穩陣陣行落去。